大家好，最近我们买了投资物业，经过22个月的强迫升值，我们提高了价值100万，也就是说我们创造了价值100万。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强迫升值又是什么呢？经过2018、2019，世界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进入2020年，这一年我们创造了许多的历史时刻，比如说石油的价格，比如说股市的波动，还有我们的新冠病毒。在投资或者在任何投资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投资回报？不是，是风险控制，是安全。在经过近100年的投资历史当中，控制风险是投资里面最重要的一课。公寓大楼是4种商业物业当中的其中一种，在商业投资里面是风险最低的。那么其他3种是什么呢？一个是办公室类，一种是工业类，还有一种呢是零售类。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预测整个世界在2020年的时候可能会进入经济危机。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有病毒的事情，但是现在看来病毒是加重了经济危机。今年2018年是在加拿大首次租房子的人超过买房子的人，地产的这个经济到明年后年会进入比较萧条，2020年会来一次全球范围之内大的经济萧条。多用户的 apartment building 它自身有不少的缺点，它的缺点之一就是资金投入量大。我们是3个合伙人，再加上另外3个合伙人75万元资金来解决第一个资金的问题。合伙人从10万块钱投入开始。第二个呢，它的传统回报率比较低，传统回报率低就是要下面讲到的，要通过强迫升值来提高它的回报率。第3，它是管理麻烦。第4个，商业物业通病，退出不太容易。这个物业是2018年5月份我们在温哥华东部的一个城市奇鲁瓦克购买的。奇鲁瓦克是 BC 省第8大城市，是加拿大第42大城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物业，是在奇里瓦克的这个库尔布这条街上，对面呢是奇里瓦克的文化中心，然后前面300米左右的地方呢是奇里瓦克的最大的一个综合医院。我们的这个位置呢是非常的方便便捷，而且整个周围的治安都是最好的。我们物业呢是由4栋楼组成，这边这一栋和这边这一栋呢都是 townhouse 的townhouse 的单元，各有4个单元。然后里面那2栋呢是apartment， 是他们的单元，各有8个单元。所以总共加起来是24个单元。所以拿到这个物业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正好是在2017年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那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迅速就下了 offer， 迅速跟对方的这个就达成了这个协议。所以达成协议之后呢，后面有20个 backup offer， 那是我们已经 close。强迫升值包括4个方面。什么是硬资产的升值？它指的是就是对物业的硬件进行改变，包括对外部的改变，对它硬件的这些加强。My name is Bill. I'm the property manager and the owner of the building. So I'm Jamie Dimitri. I'm working with Bill as a general contractor. We're basically renovating the Corbeil townhomes complexes to make it more appealing, curb appealing, and keeping budget in mind, of course. Because what we have done is we do inside renovation and also outside renovation as well. Medium level of renovation instead of spend lots of money. 那么什么是软资产的升值呢？那么软资产的升值指的就是对租客的改良，对管理环境、对物业环境的这个改良。我叫 Tyler， 我是 Columbia Wealth Management 的其中的一个合伙人。具体的说来呢，就是第一就是为现有的这些租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运用我们的一些专业知识和这个努力。另外呢，就是同时也变更这个租客的这个结构。同时呢，就是以此来增加租金收入，同时提高我们这个物业的这个价值。最后一个是环境资产的升值，对一个物业的改造，实际上是对一个社区的改造。作为一个物业来讲的话，我们在提高整个社会的提高我们的整个社区的价值的同时，我们也给自己挣得了这个利益，这是我们这个企业，也是我们做这个事业的中心的价值。我们带给别人价值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因此得到了价值的增长，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物业的详细的数字情况。这个物业我们购进来的时候是338万，那我们的物业从2018年到现在为止，在22个月当中，我们的收入已经从20万增加到了目前的30万，提高的物业价值有100万，因为我们最新的专业的评估是440万。那么在这个物业当中，我们其他合伙人投入是75万，总装修花了27万，价值提高了100万，这样就至少给我们带来了每年15%以上的回报。那么我们这个投资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第一，我们解决了风险的问题；第二，我们解决了回报率低的问题；第三个，我们解决了管理的问题；第四个，我们解决了资金的问题。这就构成一个良好的投资的案例。作为最安全稳定的地产投资品种之一 ，Apartment Building， 也就是多用户公寓大楼，在温哥华有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这种结合投资物业的安全性与强迫升值带来的良好回报，使得这种机会只对很小一部分人开放。大部分公寓大楼的持有者将会受到低回报率和管理头痛的问题所困扰，这正好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为了能够我们继续朝前发展，能够规模性的发展，我们就会有合伙人的制度。根据同样的投资做法，我们在几个月前，也就是在离温哥华30分钟的枫树岭，与新的合伙人购买了一处新的投资物业。经过几个月的改良，收入提高了20%。那么我们为合伙人提供什么呢？第一是正现金流。我们的投资物业因为是公寓大楼，它所提供的现金流要远远超过一般的这个投资物业。第二，我们这种投资的特点是增值比较快，通过强迫升值的方式，可以在比较短的一个时间之内，通过改变它收入的方式，对物业的价值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提高。第三是周期短，通常我们物业的改造的周期是3年到5年，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整个投资的价值的体现可以在3年到5年之内可以达到我们的预期的投资目标。第四个是投入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合伙人投入从5万元起，就可以参与这种商业地产的投资，尤其是这种多用户大楼的投资。第五个，也就是杠杆大，在我们购买的多用户公寓大楼里，贷款的比例通常可以达到65%甚至更高。因为这种商业物业的现金流比较高，所以从银行的角度来讲，可以使用最大的杠杆。下面一个是风险小。我们知道多用户公寓大楼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是超越其他投资物业的一种投资品种。由于它的低控制率和租金的稳定的生长和通货膨胀的增加，使得这种投资物业的种类的风险比较小。最后一个是麻烦少，我们给我们的投资合伙人将全权管理这个物业。对于多用户公寓大楼的管理来讲，面对于租客的问题、管理的问题、装修的问题、维护的问题，将使得许多投资人却步。我们正好从这个方面可以完全替我们的合伙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同时也提供合伙人退出的不同的机制。我们还在继续购买下一个适用于强迫升值的物业。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命运。欢迎关注我们目前的投资项目，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请登录我们的网站。谢谢观看。